就是说如何避免最后的结论，人家说你是自己查自己，自我纠察，你自己查自己能查出毛病吗？那你这个调查组到底到哪一级才行？如果说湖南省委这一级，他成立一个调查组去调查，如果这个结论不能让网友平息，也就是说这个结论不符合他们的预期，那他们肯定又会说，你这还是自己查自己，你湖南的事情你还不是要包庇吗？好，你假设是国务院层面成立调查组来查，如果这个结论还是达不到网友的预期，也就跟网友的这个想法相左，那人家就会说，你这还不是包庇吗？家丑不可外扬，这种事情非常多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这个应该又是3年前还是4年前，徐州沛县那个小花梅铁链女事件，先是当地公安查，没人信，然后是徐州的公安查，没人信，最后是这个江苏省查，还是没人信，最后把公安部搬出来了，还是没人信。也就是你别管你级别多高，你只要这个结论跟大家的预期不一致，那你就是自己查自己。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度的问题，到底到哪儿大家能够信服？我想这个不是1天2天能解决的，也不是胡锦老师拍脑门说到湖南省委这一级就够了。全国说多少人，一旦有这么一个事情，就要升格到省委这一级去查，那省委什么活别干了，就专门每天就查这些案子，大概这意思啊。那忙都忙不过来，那又得加人手，又得预算的增加，大头里面又得多花钱。你以为那些人坐着飞机到处跑，坐着火车到处跑去查案子不花钱是吗？花的不都是大头的钱吗？任何一个案子都要这么去对待，这个确实，所以这不就涉及个度的问题吗？所以你看，从理论上、情感上，我觉得级别越高越好，越高答案就越相对让人信服，但是还是有个度。这个问题我看短期解决不了，它是体制原因，它是所谓的塔西佗陷阱。塔西佗陷阱不会因为你的层级高，而且就没有陷入塔西佗陷阱。但是我们就事论事，调查组的成立，调查组的级别，它跟罗某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有关系吗？事实对吧？如果说罗某是他杀，不能因为你调查组一成立，调查组的级别低了，所以他就变成自杀。事实已经形成了，事实就是事实。所以说调查组的级别，调查组怎么样，有哪方面构成，这跟罗某宇到底是自尽，对吧，还是他杀没有关系。他可以做出一个错误结论，但是这个结论要经受时间的考验，要经受大家的质疑，所以大家因果关系要搞清楚。我看了一下，很多人在网上，他对罗帅宇的事件，他是把很多概念混为一谈。什么混为一谈？比如说湘雅2医院有黑幕，那和罗帅宇的是自杀还是他杀有直接关系吗？没有。湘雅2医院有恶魔医生刘某，有恶魔医生和他是自杀还是他杀有直接关系吗？所以说这个家属，你在网上质疑，你到底是质疑什么？你要质疑这个，你说这个儿子罗某死了，他是不是自杀是他杀，那你就找这相应的证据，直接证据最好。如果你找不到直接证据，那都是间接证据指向，那你的间接证据你也首先就是你的第一个证据叫证据链，你第一个证据记得站得住，如果你第一个证据就站不住，你后面完全都是错的。所以下面你看全部是这种循环论证的，是为了质疑而质疑。我举个例子，他是第二，他说当地联合调查组故意隐瞒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自愿支付85.3万元款项真实情况。他这一部分意思就是，如果你湘雅医院没有黑幕，对他儿子的死没有责任，那你为什么要赔85.3万巨额的这个资金？他就是这么说的，叫若真为自杀，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实际法律上根本无责，医院为何又自愿支付85.3万元巨款呢？这符合常识逻辑吗？实际上它就这个东西，它不是罗某宇自杀还是他杀的直接的这种证据，是间接的推论。你这个推论要成立，这个东西在警方办案的时候，它顶多是个线索，告诉警方，你看看湘雅2医院主动的提出巨额赔偿，那肯定是心里有鬼，很可能就是他们杀的。所以那警方就得朝这个方向去收集证据，他杀的证据，直接证据。所以这个只是个间接材料。就连这个间接材料，在我看来它都不成立。为什么不成立？因为湘雅医院它是个民事主体，这个医院有权利决定给你赔多少钱，他自愿，这是双方协商，他愿意给你
如果他愿意，他只能给你赔偿3万，你不服你就告他也可以。他愿意给你85万，你说你接受，这双方自愿。至于说象牙二医院为什么这么干，那叫诛心之论。你说你这么干了，你就是心虚，你心虚，你肯定有鬼，你们杀的。什么原因咱也不知道。这个象牙医院为什么愿意掏85万？实际上很多人都懂，这叫息事宁人。这个象牙医院前面刚出来个恶魔医生，这网上闹的已经是沸沸扬扬，这个象牙医院已经名誉扫地了。突然在事后半年或者几个月，又来一个研究生、实习生自杀，这一次再一炒上网，那象牙医院这个脸就丢尽了。所以说我估计象牙医院的这些领导想着息事宁人，这也只是推测。但是不管是推测不推测，这个象牙医院85.3万元的赔偿，不是对吧？这个罗某自杀还是他杀的直接的什么证据？这只是一个线索。这个假设象牙医院说我没有任何责任，他妈是他自己自杀的，我1分钱不赔，这个也可以。你要不服你就告，你就来维权，你不就是找人在学校闹吗？在这个医院门口拉横幅吗？不就这些事吗？我不怕。那这事一搞起来，又成了个舆论风波。所以象牙医院担心引起舆情，舆情会导致别的事情。本来这个事情是一个研究生这个自杀的问题，最后有可能因为舆情导致什么？导致其他的黑幕被揭出来了，比如什么移植。事实上证明，这象牙二医院此举是个败笔，也就是85.3万元付了，没有达到效果。你看现在不是舆情起来了吗？不闹得更大吗？我们再换个角度说，假设是象牙二医院，你看医院院方付了85.3万，家属说他们心里有鬼，那就言下之意就是学校知道这个罗某宇是他杀，学校领导知道，学校领导集体知道，要不然他不可能赔85.3万，这按家属的说法。那问题是学校哪个领导知道？是一旦一个领导知道，那应该是都知道，因为大家开会决定这85.3万。你在这个医院的院务会议上，这玩意要上会的，比如要给家属赔85.3万，那理由是什么？我们也没错，为什么赔85.3万？人家说人是我们杀的，是他杀，会吗？学校是赶紧那多出点钱把他封口，让他保持沉默，这个不符合逻辑。那是谁指使的？那肯定是校领导指使。校领导如果指使，他会拿学校的钱走公账给他赔偿吗？如果是校领导指使的，派个杀手把他灭口，那就是付款，那也是走现金。你走这么大的公账，那不是自己埋下导火索吗？那是一麻袋现金扔在那儿。总之，就这个85.3万是一种诛心之论。所以说来说去，最核心的问题，也就是他到底是自己自尽的还是他杀。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，因为我接触不到这个弹石现场的资料，结果我看这个视频，这个把弹石现场的资料说得非常清楚。大家看视频。大家好，备受关注的湖南长沙罗某宇坠楼事件，在6月13有很多的质疑，但是我们想说，任何的猜测和质疑都应该建立在事实和科学之上。在这起事件里，当地公安机关明显做了非常充分细致的调查工作，真正做到了排除一切不可能。那么剩下的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真相。你看完这个视频，很多疑点就自动就解开了。我们假设是他杀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在小阳台上水池子那儿，就是他坠楼那一瞬间，罗某宇是活着的还是死的？如果那个时候还是活的，他在到坠楼之前，他一定会有反抗，各种痕迹。如果说他第一现场不在这儿，是在别的地方，已经把他弄死了或者弄晕了，在这儿抛尸，那一个人也干不到。这个肯定是多人作案，那现场多人在阳台上面，他那个上面常年没人上去，栏杆上面到处都有苔藓，那苔藓手一扒全是痕，这些痕迹犯罪分子就想复原都没法复原，就更不要说用物理公式的计算出来的，还有一个初速度。所以说基本上排除了他杀。正因为有个向前的初速度，所以触地以后再向前方反弹。通过这个监控视频可以看到，罗某宇是从楼上坠下，是有这个视频的，也就是在地上那一滩啊，不是抛尸现场，不是说在别的地方挪到这儿来的。第4个问题就是核心问题，当然了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大家比较关注的，就是对器官捐献与录音证据深度质疑。这个事情咱们还不能多聊，因为这里面有黑幕啊，这黑幕聊多了之后，这不就封号了吗？
但是问题是，这个黑幕就还是按照我们的逻辑，这个黑幕跟罗某鱼之死没什么必然联系。家属说罗某鱼是因为举报到处去告，因为他掌握了这些黑幕，是因为他举报，所以导致被别人灭口。那首先家属从这个方向质疑也可以。那按照我们的说法，首先你说他举报，那这一条现在站住就能立得住，他举报了没有？第二个说他还没来得及举报，但是他掌握了核心材料、核心证据，一举报他绝对完蛋。关于移植的黑幕，我们都可以举报，但是你举报没有用，因为你没有证据。每个网友都可以举报，你都可以到给卫健委发信，你说湘雅2医院都在干这个事，那你得证据，没有证据人怎么受理？所以说，那罗某鱼一定是掌握了核心证据，而这个证据只要抛出去，他就完蛋。所以说，如果罗某家属要从这个角度深入的话，你要证明罗某鱼的这个行为对某些干违法犯罪事情的人造成了威胁，所以他们必须要灭口。那你第一步先要站住了，一，你要证明罗某鱼确实掌握了核心机密证据；第二个，罗某鱼确实举报了，家属一而再再而三说这个罗某鱼的死跟那个什么恶魔医生有关系，举报了恶魔医生。调查组说没有，这个证据特别好找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举报过，给各级什么机关写举报信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什么纪委、中央纪委、各个巡视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场递材料，一般的不提倡，他不让你现场去。但是你有的人他神通广大，他就现场去了，比如信访，现场去你也可以取证，就留痕，就证明我来举报过。非现场一般的电子邮件，很多，你看最高人民检察院它都有邮箱，举报邮箱，你直接发电子邮件，你只要发了电子邮件，那是不是就留痕了？你可以把罗浩宇给湖南卫健委发了邮件举报，或者给哪一级部门发了邮件，这个邮件肯定是有的。那不可能发完就删掉了，你把这个证据拿出来，这个是铁证，铁证是证明我儿子确实举报了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快递，你给政府给哪个，比如给最高人民法院写信举报啊，他有信箱，一般的都要寄挂号信，挂号信就有证据，就对方有没有收到。如果你条件好一点的，一般是发 EMS， 那更快，对方还得签收。如果你要发顺丰的话，对方有可能不签收。EMS 和挂号信是法定的给国家机关发快递的物流，但是不管你是发快递、顺丰还是什么 EMS 还是挂号信，你都有证据，你手头都有留痕。所以说家属这个时候应该把罗某鱼这3年给哪些机关、哪些单位发过邮件、发过信，把他找，哪怕有一个，用这个来证明我儿子确实在举报。当然多益善，越多越好。对，那就首先你这第一条你站住了，我儿子确实在这实习期间，他看不惯这些黑幕，在举报，这个至少让舆论就相信了一些了，因为他卷入了一些利益相关之中，他的人身受到威胁，这个就相对成立。这是第一个举报。第二个就关于什么证据，你儿子掌握了核心证据，我现在从他电脑里发现了，这个证据一旦公开，你湘雅医院就完了，相关人等统统要去吃牢饭。你现在把这证据拿出来啊，你说这不能拿，那你现在就把这证据给有关部门寄过去。你说你寄了，有关部门不认可，认为这不算。既然有关部门认为不认可不算，那你把这证据公之于众，你把那个涉及到人名字给他隐藏一下，指名道姓的给他隐藏一下，你把这公布一下，让网友来评论。既然这些核心证据，这些让他们湘雅医院看了之后的紧张要杀人灭口的这些证据，有关部门都不接受嘛，不认可嘛，那我就把它公之于众。什么1119页，什么16公斤，你把全公开，否则你老是这样，你为了质疑而质疑，只会消耗自己的公信力，就让更多人觉得你这是无理取闹。全国网友都知道湘雅2医院有问题，那不能证明湘雅2医院以后死一个人那都是谋杀案。最后罗某宇的家属，他确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也确实请了律师，律师在这个事情里面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律师他没有站到前面，像往常一般律师站到前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案子律师往前一站出来回应，但是罗某宇这个事情能看到律师在推波助澜，但是律师他又不在前面，他说在后面出谋划策，这就比较有意思了。为什么我这么判断？他第一部分说联合调查组这个事情，他这么说的，他说联合调查组组成单位完全不适格，自己查自己不具有可信性，
大家记住了，我们日常生活一般的不用不适格，这个不是日常运用。作为一个罗某宇的家属，正常情况下是不会用这种词的。咱们有法院的，有公检法的，有这个律师可以说一说，不适格这个词，反正日常生活中是不会用的。所以从这个就可以看出啊，这背后是有律师在帮他出谋划策。既然律师在后面出谋划策，那你倒拿一些让人信服的证据出来啊，不要一味的去煽动舆论，你搞一些能站得住脚的。但是我想，联合调查组联合通报出来之后，恐怕要不了2天，央媒，比如说这个 CCTV 或者人民日报等等，恐怕还要相应的要出一个什么采访，会见调查组调查这个案子的过程，恐怕要通过一个采访，通过一个视频公开，就像那个胖猫事件一样，我估计很快就要出来，来平息舆论。因为这个调查组的联合通报，还有很多人不相信嘛，家属还在质疑嘛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作为家属这么质疑，我是理解的，自己儿子很优秀，至少在他心目中那是非常优秀的，是全村的骄傲，全镇的骄傲。这么走了，那谁都不能接受。所以作为家属质疑，这个能理解，但是你质疑一定要能站得住脚，尽可能的不要情绪化，而是拿事实拿证据出来说，这样支持他的人会更多。而如果仅仅是这种打问号，各种会让自己陷入一种塔西佗陷阱，让更多的人觉得你这就是博同情，胡搅蛮缠。你比如说他老说有人要拿1500万收买他，那你赶紧你证据把这个证据拿出来去查，这个证据提交了吗？如果提交了，官方不认可，那把这个证据就可以向网友公开。官方回应里面没有提到1500万，那到底是罗某宇的家属没有给官方提供呢，还是说是提供了，官方把这忽略了？如果罗某宇的家属提供了这个1500万的线索给官方，官方不回应，那这就是个大问题。就说人家不是1500万买他的资料吗？要这么希望他封口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罗某宇本身他这个悲剧，实际上每次聊这种悲剧其实没什么意思。我每次聊这个悲剧的角度是什么？是事情本身已经过去了，我们要从中汲取一个什么样的经验教训？我们要对周边的人要关心。不要等到人出事了，说这孩子多优秀，与其死了之后你各种追问，各种去，你不如他没有出事之前，你多关心一下他，让他不要有太大的压力。如果有反常行为，你一定要去医院检查。这个社会往后大家压力是越来越大，压力越来越大，像罗某宇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。这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意义，就是提醒大家要关注身边的人。一旦你看到他有点反常，有点情绪低落，要及时去检查，及时开导。咱们这个节目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提醒的就是这一点。人一旦死了，赔多少钱有什么意义呢？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